主后2022年6月初3，每日新安宫读经。最后的问安，圣经咱做来听读《歌罗西书》第4章第79、18节。关系我一切的代志，亲爱的兄弟，喙齿鼓话甲恁讲，伫主的工作，伊甲我做伙做仆人，忠实得服侍。我找伊去恁遐，是爱报恁知，阮遮的情形，互恁的心得到鼓励。俄尼西姆话甲伊做伙去，伊是恁遐的人，是忠实佮亲爱的兄弟。因会将阮遮一切的代志报恁知。甲我做伙坐驾的阿里达古要甲恁请安。巴巴的表小弟马可嘛要甲恁请安。关于马可，我已经有甲恁交代，伊去的时就甲伊接待。迄个叫做犹斯多的耶稣嘛要甲恁请安。伫犹太人信徒中，只有这3个人为着上帝国得甲我同工，因有互我真大的安慰。对恁遐来基督耶稣的仆人以巴弗要甲恁请安，伊时常为着恁迫切祈祷，求上帝互恁徛在做诚实的人，确信上帝拢总的旨意。我通证明，伊确实为着恁甲住伫老底嘉以及希拉波里的人辛苦做工。亲爱的医生路加甲底马嘛甲恁请安，请恁替我甲老底嘉的兄弟姊妹甲灵法以及伫因兜伫聚会的教会请安。这张批恁读了，着设法嘛互老底嘉的教会读，恁嘛着读老底嘉的教会转互恁的批。着甲阿基布讲，你所领受服侍主的职务一定着完成。我保罗亲笔甲恁请安，着会记得我伫坐驾，愿上帝恩典甲恁同在。最后的问安，真侪人读新约批信的时，常常快速略过问安的名单，因为这个名字看起来真生分，也甲咱距离遥远。总是若详细读《歌罗西书》第4章第79、18节，会发现这个名单中，毋是假出来的附录，是整卷批信中深具温度和见证的一部分。对这段经文，通看到福音毋是抽象的神学，是由一群真实的人伫真实的关系中活出彼此相听的生命。传福音毋是单单靠一个人会当完成的事，因为安尼保罗无忽略甲伊做伙服侍的同工。伫批信最后特别代表因一一向歌罗西教会问安，表示因对教会的关心。最后带着祝福做结束。保罗讲到的同工有喙齿鼓、俄尼西姆、阿里达古、马可、外号犹斯多的耶稣、以巴弗、路加医生和底马。首先讲到的是喙齿鼓，伊毋是传道人，也毋是批信作者，是被差派传递信息的人。保罗用真悬的评价来表明喙齿鼓是亲爱的兄弟、忠心的仆人，伫侍奉主的工作上和伊同做仆人。这提醒咱，
伫上帝国内面无小角色，既若忠心完成主所托付的，拢是袂通欠客的器皿。保罗讲，伊特意差派崔基古去，是要爱报恁知阮遮的情形，互恁的心得到鼓励。原来福音事工毋单单是传递真理，也包括彼此关心、彼此安慰、彼此代祷。厄尼西摩是互福音更新的人，伊捌犯错，但是被教会接纳，也互保罗称作忠心亲爱的兄弟。踮基督内面，过去的一切袂当定义一个人，更新的生命才是最终的身份。以外，阿里达古、马可、耶稣拢是犹太背景的信徒。保罗指出，因伫上帝国的工作对伊帮助真大。伫一个犹太人甲外邦人彼此隔阂的时代，教会诚做跨文化、跨背景的群体。这毋是凭人的能力，是踮基督内面合一的结果。保罗也伫问案中讲到老底嘉的兄弟姊妹灵法，含踮伊厝内的教会，吩咐两教会爱彼此宣读伊的批信。这显示初代教会是彼此连结、互相关怀的群体。彼此问安代表有信仰的人是无孤单的。信仰从来毋是个人的，是团体的生活见证。保罗最后用亲手写的请安做结尾，若像伫讲，这毋是公文，是我生命的一部分。保罗无要求同情，只请求纪念。伊无高举家己，是甲一切交互主。本批信的结尾，互咱看见福音的真实样貌。基督徒毋是完美的人，是一群受恩典连结而彼此扶持、做伙向前的人。教会毋是舞台，是家庭。侍奉无求表现，是爱忠心。信仰毋是单独行，是同行。默想：当面对艰难的时，我是毋是还记得这是对主来的呼召？当面对艰难的时，我是毋是还记得这是对主来的呼召？咱来祈祷：主啊，感谢你，互我知影我毋是孤单伫行，是甲正圣徒同行。求你保守我的心，互我伫无名的位犹原忠心，伫疲劳夜深的时，犹原记得你的呼召。愿我一生会当受你纪念，也会当祝福别人的性命。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